隨發緊握扶手，注意安全。隨發緊握扶手，注意安全。聽未停穩，請緊握扶手。收未停穩，請緊握扶手。下一站，石排灣馬路，平東匯。下一站，石排灣馬路，平東匯。Next stop, Estrada Cepaipa, Praia Park. 聽未停穩，請緊握扶手。緊握扶手，注意安全。下一站，重型車輛駕考中心。下一站，重型車輛駕考中心。Next stop, Centro de Exames de Condução dos Automóveis Pesados.
尺，过了不超不冒，请乘客前往扶手，注意安全。下一站，皇城海景酒店 Welcome Lodging，Hotel Peninsula。下一站，皇城海景酒店。Next stop， Royal Bangkok Hotel。你就你百老匯話平時拍車嗰度百老匯度睇到嗰啲啊，有一位拍嘅，咁唔怕抄牌啊嘛。方便，真係工作好方便。检查人拉扶手，注意安全。不包括不超不冒，请乘客紧握扶手，注意安全。N81，人拉扶手，不包括下一站，西環兄弟碼頭碼頭 Welcome Lodging，下一站，關湖大馬路，Next stop，搭車回注意留意報站廣播，清楚正正落車中，有這燈燈火光的嗎？乘車小提示，只要有自然點播報，免按下車提示，有不分錯過車嘅啦。
发信息，然后手机就给他看，我半点半点。新街五道巷 ，Next stop。
是播放过程中超过信号，请乘客节目扶手注意安全。
多次。 Hello，嚟得。下一站，蓮花海濱大馬路入行1 Velocidade Avenida Marginal Brasileiro Galaxy 下一站，蓮花海濱大馬路。Next stop, Avenida Marginal Brasileiro Galaxy 下一站，
New passengers, we have arrived at the terminal. Please carry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Thank you for choosing TCS. 请参选请开启观赏考察。